一个人做一件代志，甲一个人做一件代志是完全不同款。其实，在概念上，我们是把嘉义当成整个区就当成一所学校，然后哪边地方有发生问题，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现场。这少年人徛伫23.5度的北规规线，创造真济人生的头一摆。电影就伫生活内底，含人伴暖，含人交流。对破败的环境也是空间，变成一个会使互大家使用，也是讲水水的风景，我是感觉是真欢喜的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